歌哈，是我们龙哥自己创作的、自己写的哦，也就是一龙二凤啊，他自己创，很有才华啊！大家跟他拍手一下好吗？谢谢啊，很棒哦，自己作曲啊。每个人都有用手机对不对哈？等一下听听看，有它的功能，它的现象，它跟你不看头前，哦，每个人都听到一点意思哈。来开始。我们是龙哥自己创作的，他有那电视台，他那个有第几台？